歡迎收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咧就邀請到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天 Martin 同我哋傾下。Hello Martin。你好。咁啊，先傾翻啦，最主要啦就係頭號新聞啦，美國突襲委內瑞拉嘅，咁仲捉咗總統馬杜羅夫婦啦。一個就係接管委內瑞拉嘅格局啦。咁問翻你先，有冇覺得好意外咧？咁啊，真係出手軍事解決委內瑞拉。咁啊，陰謀論睇啦，美國係為咗當地嘅石油啦，以至其他天然資源嘅。因為報道都話啦，美國政府近日其實都已經知會咗美國石油公司嘅高層㗎啦，咁啊可以做翻好當地嘅準備啦。咁你點樣對睇啦？即係事件對油價一個短中期嘅影響咧？咁當然啦，回應翻就係話，對於今次委內瑞拉嘅事件咧，其實都比較震驚嘅，因為都會突然之間發生啦。不過亦都唔排除嘅，因為始終美國嗰邊咧已經多次出手去同委內瑞拉去毒品啊，或者係一啲政治問題啊去解決。咁所以突然之間出手嘅話咧，亦都當其時見到嘅市場係比較突然。咁但係去到市場而家目前階段嚟計咧，可能對於嗰個原油方面嗰個供應嘅提升咧，係有所一啲催化劑啦。咁變咗咧，令到個油價咧都係比較穩定嘅，甚至乎有少偏弱少少。咁但係亦都要睇咧，就係話究竟可唔可以即係接管咗委內瑞拉之後，順利將佢啲煉油廠啊或者係原油設施啊可以獲取利益咧？咁甚至乎可以真正係穩定翻個油價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商榷嘅地方嘅，因為始終咧，如果睇翻咧就係美國方面嘅頁岩油方面啦，佢嘅成本價都講緊70幾80蚊嘅。咁如果佢係攞咗呢啲油之後，亦都係繼續撳低啲油價咧，其實可能對於頁岩油嘅生產方面係有影響，但係對於可能啊，就係話對於美國全體經濟啊，甚至全球嘅經濟咧，都係有一個穩定嘅作用。因為始終低嘅油價咧，都係對於經濟復甦啦，甚至乎經濟發展咧係有利嘅。咁我諗相信咧，暫時短期裏邊咧個油價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反彈上升嘅機會，反而就係話大家要睇下就係話嚟緊個市場對於全體即係全球嘅經濟方面有冇一啲復甦嘅預期啦，甚至乎可能工業生產方面會有一啲更加大嘅措手啦，咁可以刺激翻油價。咁但係最主要嚟講咧，我相信咧大家市場上面都係睇緊咧美國會唔會進一步減息，或者減息幅度會唔會咁大？因為始終如果你話一方面係油價可能平穩咗嗰個通脹，甚至乎嗰個整體個經濟嘅發展，但係某程度上而家高嘅利率嘅情況之下咧，都係打擊緊全球經濟，甚至乎對美國經濟都係受到影響。咁所以而家嚟緊嘅話咧，市場都係關注住究竟嗰個美國通脹情況啊，或者整體嘅經濟狀況係咪出現一個穩定，甚至會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咁密切留意住相關嘅一啲經濟數據咧，去睇下嚟緊發展，甚至乎對於油價咧係會唔會有利啦。咁其實大摩今年都睇過油價睇法咧，就話啦，如果供應上啊，即係講緊就係仍然都係受到過剩嘅影響為主嘅。其實如果睇翻布油第二均價啦，都見咧就係55美元一桶啦，其實都係大行當中最悲觀嗰幾間㗎啦。不過其實近日紐油已經行緊咧，就係試緊55、56嘅水平啦。咁你睇啦，即係短線嚟講，短中線嘅話個位置會去到邊度咧？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咧，短線咧我諗都係平穩啦，喺呢啲目前嘅水平價格上落嘅啫。最主要就係話而家啱啱踏入第一季啦，咁市場亦都睇緊就係話上年嘅全年嘅經濟嘅一啲報告啊，甚至乎睇下呢啲企業嘅業績啊方面嘅，去睇下嗰個經濟狀況可唔可以有一個持續復甦嘅機會。咁而家暫時嚟講咧，我諗投資者都係保持一個觀望啦。機構投資方面咧都係一個觀察期間。咁所以要睇下就係話過渡咗呢一個季度之後咧，睇下經濟狀況有冇一個預期復甦。因為我哋而家暫時睇到咧就係話東南亞或者以至咧係中國啦，以及美國啦，甚至好多歐洲嘅國家咧，佢哋都係希望推出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啦，以及咧就係繼續有個減息嘅可能。咁呢方面咧係有機會帶動翻個經濟啦，同埋生產鏈。咁所以呢方面會唔會刺激翻個油價做翻好少少咧？咁我諗而家市場方面都係比較觀望嘅。咁我諗出咗1月份嘅一啲經濟數據之後咧，去再作一啲新嘅評估咧，先至係有個比較支持嘅作用，甚至乎睇到個油價咧嚟緊個方向發展。始終需求方面咧係大過而家供應嗰個睇法咧係好緊要嘅。咁如果呢件事件啊，委內瑞拉嘅局勢啦，喺匯債方面又有冇啲水花咧？金價方面其實見到都硬淨啦，美匯指數邁向連升第7日啦，逼近翻99。其實係咪避險推動咧？但係見翻美債又唔係真係咁有避險嘅 feel 喎。暫時睇唔到一個債券市場有啲出現嘅波動，因為債市始終都係留意住個利率去向啦，同埋通脹情況為主。咁呢次嘅一啲地緣政治嘅事件嚟計咧，始終市場都係作為一啲避險嘅情緒。因為一般嚟講咧，如果
果美國發兵即係出軍嘅話咧，對美金係有利嘅。咁但係呢段時間裏邊可以維持幾耐咧？咁就要睇下嚟緊一啲即係嘅經濟狀況啦，甚至乎呢個軍事嘅措施裏邊咧，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更加大嘅得益？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咧，今次委內瑞拉事件咧，如果佢得到嗰個優勢嘅話咧，係對於國內嘅美國嘅國內嘅企業咧，都係有一個大嘅進步空間或者係發展空間。咁所以資金亦都係部分咧流向呢個美匯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話避險嘅情緒，即係話始終就係美國出兵嘅話咧，都係作為一個叫做避險貨幣為主咧，美匯咧係都會有一個好處嘅。咁但係咧，始終今個星期裏邊咧，市場最關注嘅就係美國嘅就業數據，咁係同埋嚟緊咧，今個月裏邊有啲製造PMI 啊，同埋一啲通脹數據等等。咁下個禮拜亦都有一個 CPI 要公布啦。咁所以我諗呢個週期裏邊咧，暫時保持平穩，未必有一個太大嘅突破。要睇晒所有嘅就業數據以及通脹數據之後咧，先會可能會見到個美金咧有所一啲變動嘅。正如你所講，今個禮拜其實都多啲經濟數據嘅。咁禮拜五就會有上月嘅非農就業職位報告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小非農啦喺星期三公布嘅。咁亦都會有11月嘅職位報告啦，同埋頭先講到一啲咧就係 PMI 製造業指數嘅數據喺度嘅。咁之後睇翻啦，就係美元方面做好嘅話咧，見到非美貨幣都普遍要跌嘅。G10貨幣啦，今日睇都全線向下啦，日元都連跌第5日，去翻157嘅水平，咁都要關注㗎啦。因為咧11月同12月其實跌到158之前都止步啦。今日下晝咧就係上下晝啦，就係植田同埋高市早苗都分別先後講話嘅。一個咧就講到繼續加息嘅可能性啦，一個就講話要加大翻個財政力度嘅。yen 跌啦，而個日債咧又再抽上。其實到底而家個市場係點咧？睇緊未來啦，日本加息嘅路線圖啊，抑或有更多焦點其實集中翻喺個債市危機上咧？其實都兩方面嘅，因為如果獨立去睇嘅話咧，加息始終都會係一個目標之一，因為暫時嚟講，我哋見到咧嗰個日本嘅通脹啦，以及工資嘅上升咧，都係帶動佢哋要有一個加息嘅步伐。咁但係目前嚟講，個加息嘅時間表咧，仍然係未得到一個確定。咁亦都係咁講啦，好似就係話日本嘅央行永遠都係有一個叫做加息嘅條件因素，但係咧要行動咧就需要好多時間，亦都未必可能喺第一季裏邊實現，甚至乎要睇到第二季。即係過咗可能喺3月底啦，呢個短經經濟報告之後咧，再留意一下日本當地嘅通脹啊以及經濟狀況，先考慮有冇機會加息。我諗短暫嚟講，呢3個月裏邊咧，個日元咧都係比較受住可能美金啦，以及可能一啲避險情緒嘅一啲帶動咧去波動嘅。咁暫時嚟講，去到158呢啲位置咧，或者係157、158呢啲位置咧，我諗暫時仍然有上升空間嘅。因為如果再講到就係話，對於可能嗰個日本個財政擴大嘅開支嘅話咧，其實係對於日本刺激經濟有用，但係相反嚟講咧，係對日本嗰個日元嘅貨幣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相對嘅影響，特別喺債市方面啦。咁所以如果係擴大呢個財政規模嘅話咧，其實個債市係會受到一定嘅壓力，從而咧令到個日元咧係會有個下跌嘅情況。咁所以換翻一個角度嚟睇，就係話頭先我講到就係話，如果日本要加息嘅話，可能都要3月或者打後嘅時間啦。咁所以如果喺短暫嚟講，日本喺1至3月份之間係訂立咗一個擴大財政規模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日元嘅受壓嘅情緒咧係會比較高啲嘅。咁所以變相咧就係話睇下個最終規模啦，同埋個發展路向。咁有機會試翻可能160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即係其實講緊日本方面有條件去加嘅，但係個部分未太清晰啦。咁我哋應該將更加多嘅焦點啦，即係留意翻當地嘅經濟啊，抑或好似啲官員講話、央行行長講話，抑或真係要睇翻個財政力度咧？邊一個先係最重點？其實3個都係一個重點，因為每次講話都係解構翻我哋需要知道嘅一啲日本嗰個央行動態啊，以及日本經濟嘅發展。咁當然啦，日本嘅官員講話係比較重要啲嘅，因為呢個係重要嘅啟示，嚟緊嘅步伐亦都會跟隨住佢哋嘅講話而去發展。咁所以頭先我亦都提及到就係話喺財政呢個擴大嘅規模上邊咧，可能會比較重視啲，因為始終係呢個高市方面嘅一啲言論啦，甚至乎日本央行暫時都係一個觀察嘅階段。咁所以變咗可能短期嚟講，可能特別係第一季裏邊咧，日本方面咧係會以一個擴大債務規模啊，甚至乎財政規模為主嘅首要。咁所以日元偏軟咧係屬於正常嘅。
輕輕講翻就係日元方面偏軟啦，日經喺今年第一個交易日都大升過1000點嘅。科技股當為主嘅東證指數同埋台股啊、南韓股都齊齊創新高嘅。咁另外睇埋加元啦，都跌至2星期低位啦。美元對加元個圖都已經收復10天同20天啦。再上睇200天線啦，大約1.38嘅嗱。考慮翻油價走勢啦，同埋即係加拿大經濟情況啦，今年加元嘅跌勢係咪都好大機會要再重現呢？我覺得咧，暫時油價方面咧，再進一步嘅大跌幅咧，亦都係比較輕微嘅。咁所以嚟講咧，可能已經油價去觸及到1.53啊，甚至52，已經係再次見底啦。咁可能會形成一個雙底反彈添。咁變相咧，可能對於油價方面嘅穩定性咧，都係支持翻嗰個加元嘅作用咧，係會比較大啲。咁但係當然啦，而家目前加拿大嘅經濟受住美國嘅一啲即係地緣嘅一啲威脅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影響佢哋嘅經濟繼續發展啦，甚至乎可能嚟緊都要有個需要減息嘅財政政策，咁所以變相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我諗加元係偏向1.39個方向為主嘅。咁但係如果嚟緊美國有機會減息，甚至乎喺一啲政治啊以及經濟方面得出嘅改善嘅話咧，又翻返去1.37、1.36呢啲位置。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暫時見唔到一啲加拿大有啲驚喜嘅數據出現到市場，咁所以我諗暫時市場都係保持平穩觀望嘅態度。而以今個星期為主咧，都要留意住咧，就係美國嘅經濟數據咧，去左右住所有非美貨幣嘅發展，特別係加元。